嚟到中文科1年1度嘅專題報告成果展覽，又嚟到咗大家檢視成果嘅日子。我哋睇下有咩精彩嘅作品俾我哋欣賞。飛檐斗拱，訴說千年匠心；雕梁畫棟，篆刻歲月風華。跨越時空界限，深入探盡澳門古建築背後的故事。如果說中華文化是浩瀚星河，咁《紅樓夢》便是其中最為璀璨的星辰之一。推開榮國府的朱門，解讀書中藏着的建築奧秘、服飾美學與飲食智慧，感受經典名著跨越百年的文化生命力。